主后2025年5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拯救受欺压的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76篇第10到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76篇。阿萨的诗交圣乐长用弦乐伴奏。伫犹大，上帝人人拢捌；伫以色列，伊的名受尊做大。伫撒冷有伊的会幕，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。伫遐，伊压制火的箭，毁坏盾牌、刀剑以及所有的武器。你的荣光甲威严，赢过敦满战利品的山岭。上勇的人拢受抢劫，因困去无搁醒，连战士嘛袂当出手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一个责备，战车战马拢倒落去，无搁起来。只有你通行位，你的受气一个发出，啥人伫你面前徛袂牢。上帝啊，你起来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人的受气，最后会变做对你的称赞。经过你受气留落来的人，会为我来敬拜你。着对上主，恁的上帝下愿，嘛着谢愿。四围的人着带礼物献互通行位的主。伊要互骄傲的贵族流气，伊要互世上的列王行位。上主拯救受欺压的人。诗篇76篇受称作是锡安的诗歌。诗人讲，外敌虽然入侵以色列，但是因为上帝大能的介入，翻转战争的局势，这场敌御外侮的战争将得胜利。人民齐声欢唱歌颂上帝的凯旋之歌。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，是上帝居住之所，是上帝同在之地，不许受敌侵扰。耶路撒冷城源自撒冷城，意思是平安。上帝居住之地必有平安，不许危害生命生存的力量介入。约瑟受欺压的一边，因为上帝用权能打击侵略者，出手拯救忠于伊的子民，翻转战争的局势。世界上强权、雄兵、战马、武器拢无招架之力。上帝同在掌权的国度，安享太平岁月。诗人用信心宣告：上帝啊，你起来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伫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建交。2004年，因为俄国入侵占领克里米亚半岛，两国的关系严重恶化，不时有军事冲突。2002年2月24日，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，战火燃烧，拢无休战之势，影响全面，遍及全球。用信仰来讲，这两国拢是基督信仰的大家庭，同属正教会。总是俄罗斯正教会牧首基里尼却公开支持俄国的军事行动。当军队大规模屠杀乌克兰公民的证据被公开，
伊还甲俄国的人描述做平和、爱好和平、佮谦虚的人民，是咧保护家己的家园。2003年1月，伊表示俄国拄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，需要搁较侪来自教会的支持，呼吁教会爱动员信徒支援，找找机会募集资金、发送包裹，假使有可能，请前往支援俄罗斯军人。乌克兰被入侵后，大量原本属莫斯科宗主教圣统的乌克兰信徒开始加入乌克兰正教会。2022年5月27日，乌克兰正教会宣布脱离俄罗斯正教会，正式谴责侵略战争违反上主的戒律，毋通杀人，向所有受害者家属表达哀悼，佮声明无同意莫斯科甲牧首基里尼的立场。咱清楚看到俄国入侵乌克兰造成生灵涂炭、断垣残壁，但是教会领袖却力挺，导致正教会的分裂。咱确信，上帝徛起来宣判，要拯救受欺压的人，拄亲像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敦促俄罗斯牧首基里尼的话，牧首毋通将家己变做普丁的辅助侍从。基里尼的立场已经违反正教会坚持反战的立场，教会袂当甲发动侵略战争的掌权者合作，是爱坚决徛踮明显受侵略的受害者这边，互咱为战争的止煞迫切祈祷。默想，侵略者总有以冠冕堂皇的借口行掠夺之实，教会信徒着秉持坚守平安的信仰。侵略者总有以冠冕堂皇的借口行掠夺之实，教会信徒着秉持坚守平安的信仰。咱来祈祷，大权能的上主啊，求你止煞战争，互你所创造的大地有平安临到，人民生活安和乐利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